怎么没有被通知到？也是你，因为我没有。蔡家珍，我在直播吗？有。那为什么没有通知？因为他刚刚上面都有标注。这样可吗？这样吗？你是连歪。我不知道打什么字哎，来这样。听歌会。来听歌会。嗨，各位，哎，有5个人。好。扣你4个人。美少女3人组。可以。为什么没有啊？我的那个，好，我分享完就把它推出来。好，我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临时的这个听歌会直播间。我们刚刚就是因为我今天是来录那个奕晨儿的 podcast， 然后我想说，那我也可以来脸书直播一下。新专辑发行新专辑到现在都好像还没有在脸书上直播。那透过这个听歌会来跟大家聊聊专辑，然后聊聊近况这样子。而且我们今天多灾多难，我们原本要在自己的录音室录，然后结果我们录音室呢有那个施工的声音，然后就决定临时来这个社区的 KTV 室这样子。然后刚刚 KTV 室的那个音乐还一直那个突然响起，就很像灵异现场。我们今天真的多灾多难，而且他约我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山区，然后我们刚好像就是爬了一座山一样。而且我们去找你的时候，我们2个人，就是我跟钟琪去找那个家珍的时候呢，我们还又再爬上去山一次，对，非常可怕，就听过。等一下可以吃多一点。对啊，也是啦，而且还啉几嘴，这样我就出去了，好，喝一下，等大家 OK。好，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家珍发了这个新专辑，叫做什么？ Hit That Baby 在11月9号已经发行了第四张专辑。第4张专辑，等于是第3张台语专辑，对不对？对，那这张专辑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秘密，有很多秘密吧。什么表情？不要装矜持，装什么矜持？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秘密，我在场的每一个人一定都有啊。有些秘密可能就是会一直藏在心里，不敢讲出来。然后有些秘密可能你就是忍不住就会想要跟你的好朋友分享。那我觉得，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它除了是我自己亲身的故事之外，也是我对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一个观察。然后那些议题呢，都是可能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忽略的事情，不管是在职场上面、家庭上面，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等等，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明明知道，可是我们却会忽略或者是视而不见的一些议题。然后我把它集结成了一张作品。然后就像我这个板有没有看到这个主视觉？就碎耶 ！Oh my god， 怎么会那么美呢？各位这个是我看跟我朋友一起设计的。那其实有蛮多巧思的。如果你们仔细看的时候，这个是我嘛？对，大家都看得出来哈。这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有箱子就是很像我们心里的那种秘密，一格一格的。然后再仔细看后面有一只腿。那个腿是大象的腿。13 ，Hello， 哎，只有我认得得他个人账号这样子。OK。对，然后他这个主视觉就是有一句俗谚叫做“房间里的大象”。你们有听过吗？有。他就在讲说，我们很多人在心里的恐惧，我们可能都一直藏在心里，然后明明这个恐惧已经大到我们没有办法负荷了，可是我们还是视而不见它。就像这个人就是我，然后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明明就大象已经在房间里面了，可是我们还是视而不见它，然后过着平常日常的生活，然后继续的这样子。是，但有时候秘密，我觉得压抑过久呢，它还是会造成反噬，然后会对你生活造成很多影响，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才要怕亏那些箱子，然后去看那些秘密。好，然后因为这些秘密呢，
怎么了吗？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的这个忙乱，还要看一下那个有没有那个其他相机啊。小心啊，我的那个手机就是不要把它倒下来。OK， 我这样麦克风会有点太远嘛，这样。好 OK， 哦，好，来 OK， 这好，帮我划过去一下，谢谢。OK， 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哈。还有什么？这张哦，对啊，我自己有手机，我还要那边看别人的哈。来，这样我们先看一下粉丝的这个留言哈。他说这张的这个制作水平非常高，质感很好 ，MV 拍得很用心。MV 拍得很用心，真的是谢谢。对，而且这一张哇 ，MV 好像跟以前比较不一样，是谁做监制？谁做监制？我本人。哎呦，歌手那么厉害，自己写歌还做监制，惊死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专辑的 MV， 目前有《戈贝丹瓦库》跟《Hit It Baby》。那这一次的 MV 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发想的。对，大家可以去看看，很多的心思在里面，然后也跟以往不太一样啦。对，大家其实可以从题材、MV 的那个设计都可以感受到家珍这一次的企图心啊，还有突破这样子哈。好，那这个 Hit It Baby， 我们先从主打歌开始聊起好了。这叫主打歌吗？同名歌曲哈。Hit It Baby，Hit It Baby 堪称这个高难度演唱歌曲，很多艺人歌手都觉得惊死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直听出去，到底这首歌为什么那么难唱？为什么？就问你啊，为什么要问我？因为你不是写，原来是我的词曲哦，惊死人哈！真的很难唱这一首，不得不说，因为我录 demo 真的就是不太 OK， 而且其实我原本那个 bridge 写得更高，对不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反复的讨论。其实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然后钟琪跟易成儿他们是我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因为我们就是在今年好像在3月到8月嘛，3月到8月这几个月，然后易成他是我的台语小老师，就是我任何台语不懂的地方我都会问他，然后就是每一首歌啊有遇到什么问题，其实都会我们3个就是有同一个群组，然后每天就是一直在反反复复的修改。对，我们真的超努力，而且最后修改有一些歌还没有用。我们改超多首这样子。我们收了很多首歌，大概有快20首，然后最后你们的作品在我专辑里面还有4首，20到40首，精华中的精华，知道？收很多，然后再慢慢的去删减。对，好，来，那这个 Hit It Baby， 可以 Hit It Baby 在讲什么故事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就是我们前阵子很红的那个 Me Too 事件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议题虽然它已经慢慢退烧了，但每天它还是持续的会一直在发生，而且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我觉得90%以上的女生一定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可能是不管是肢体上或言语上，或者是人家以为的开玩笑，那如果我们自己不舒服的话，那其实就已经认定是了，对，主观感受这样。那我就觉得说，既然每天一直在发生，那这一件事情需要被社会上的人更多的看见跟听见，然后我们也要更懂得去保护自己，然后勇敢的说不。是，那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其实，在新闻上面有写了哈。家珍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性骚扰的故事好了。性骚扰的故事吗？对，你不是说之前有制作人看着你照片打手枪啊？是不是？我都有认真在 follow 你的那个。我什么事情都知道。这个其实很严重这很严重啊。那你讲一下那个前因后果。就是反正就是知道怎么说起呢？这个新闻其实在我今年入围金曲的时候，就是有很多记者朋友有反过一次，对。那我们细节就不用多讲，但我就会觉得说，那时候我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当时是非常害怕的，然后也不敢跟家人说，不敢跟朋友说。但我经过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之后如果又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很勇敢的，就是直接指出来。是，很多人都会说，你受害者为什么不直接讲？最多人会这样子指责你。我觉得你一定遇到很多，你这么漂亮。对啊，正妹，然后常常被性骚扰，她每天会遇到3件性骚扰。最好，我都说不。
say no 这样子，但他很那个很凶悍。对我蛮凶的。有女生自己承认自己很凶悍，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把那个罪过推给那些，为什么你 me too 以前不讲，以前当下，但很多时候是权力的压迫。对啊，我觉得现在权力的这种事情，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工作环境都会遇到，就是可能 OK， 我是你的上司，或者是我是你的老板，然后我们常常就会收到那种权力的压力，就是说 OK， 我好像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下，我要听你的，可是明明就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一首《Hit It Baby》哈，一晨而写的词曲。我把 KKBOX 跳出。然后我没有问你啊。好，你问我是你在收到我想要收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在写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其实我那个时候你要收这首，我有一点讶异。因为其实那个不是为你而写的，这样子可以讲吗？可以。因为那个时候呢，虽然你在收歌嘛，但我等于是也同时看其他歌手的企划，所以我原本是要帮那种可能郭宗佑、曾伟忠那样子的感觉写歌，所以其实《Hit It Baby》这一首原本它只是一个很单纯感情上面受伤的歌曲，而且它原本其实不是这个歌名啦，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有做一些企划的改变，但我现在也觉得说还好。有因为当时我没有调整那个 Me Too 的方向，这首歌它才变得更有意义。它不是一首可能只是爱情的一个情感的歌曲，不是说我被伤了，好难过 ，QQ 就只是这样子。但很多歌可能流行歌啊，市面上的歌是这样子的一个框架这样子。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把它变成 Me Too， 幸好有你要这个主题。对，然后我们这首歌呢，它才让更多人呢，非常的觉得感动、感同身受。因为我看 YouTube 留言，其实还蛮正面的，就有很多朋友们他们会因为这首歌，虽然想起过往的事情，但是同样也获得心灵上面的抚慰。而且如果你们有去看 MV 的话，我们的那个美术设计，我们是用那个叫什么塑胶布嘛，很像塑胶袋的一个东西，把它封在一个很像房间的一个摄影棚里面。那它代表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是非常窒息的。钟琪小姐自己留言 ，OK， 非常窒息的，然后就是在 MV 上面有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符合那个歌词的那个情境。但是我可以问你问题吗？你在撕那个有没有觉得很疗愈？你说撕那个袋子吗？我觉得好想撕。他割那个东西这样。对，我就有一种撕裂感。那就很像我们割那个塑胶袋，就很像我们在割我们的伤口。因为歌词有写。勾挂好亏。勾挂好亏，安怎来安怎来，哒哒哒哒哒。对，非常难唱，好 K 啊。那我们来听歌吧。好的。Hit It Baby， 好，稍等我一下，好，线上的朋友们，好，来。我以为这首歌那个时候是你老板要收，就是也有跟公司讨论，然后因为本来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主题不是 Me Too 事件但是那时候有这件事嘛，然后公司的老板就是也说，那要不要更符合社会议题一点？然后所以就请你的歌词你改。但其实我没有改很多，没有，大概。而且我学生他听到很哭因为他只是单纯觉得好听。就我上课的时候，我偶尔会那个播1-2首歌，台语也是跟大家分享。虽然我教英文啦，但就是偶尔下课时间会放，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听，旋律啊什么的。好亏。
在家里啊，在什么？对。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就觉得啊，回忆整个涌上，就是你要把那个情绪酝酿到一个程度，可是又不能很爆炸，一爆炸你就声音的控制没有办法，就是要刚刚好的那个境界，然后进去，然后一直把它唱到。我觉得那个蛮难。那你很认真做功课，而且你是不是有几首歌是在你感冒？对，我在录音的时候，我是确诊。印象中你就觉得很痛苦，刚刚你跳上去还是？对，我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我有感冒，我忘记是确诊还是感冒，然后就大白眼，对，然后你就说我没有办法可以马上好，好像是，对，然后莫名其妙，然后就一天就好了，很厉害耶，对，漂亮，为什么你们比我还清楚？我完全听不出来哪几首是感冒的时候录的，超猛，对，我压力很大，而且刚刚好，就是那个沙哑的声音刚刚好可以在符合那一首。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因为我就听想要你到底是哪几首感冒的时候完全。哦，太好听了！谢谢一成儿的词曲，不客气。而且一成儿他很年轻哦，你现在是几岁？22。是不是？22岁。就是不务正业。哎，我明天研究所要放榜。啊，对哦，放榜，好紧张哦，对。就我考研究所。你考哪一所？就是周玉蔻觉得很烂的那一所学校。哇，台大。好紧张哦。明天放榜台大。对啊。你头脑怎么那么好？你知道他找他写歌，他有2个脑。为什么大家都要相信那个？OK， 好。他有2个脑，然后找他写歌，他可以马上知道你要讲的是什么，然后马上就是在1个小时内把它写完，而且不是乱写的那种哦，是真的就是快很准。可是我觉得我都乱写。不行啊，你不能这样说。而且我后来好，那个等下深坑的时候再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那个你自己的这个词曲创作，叫做《吹秀博的心》。好，《吹秀博的心》在讲什么内容呢？他就是在讲一个现在社会的运转速度很快嘛，我们现在就是网络的世界啊，然后我们什么事情都变化的很快。那在感情上，在恋爱上面，好像大家的速度很快。就是可能都是靠着一种感觉，然后再就是马上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可能我今天看到你 ，OK， 我可能对你很有感觉，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或者是在一起2-3个月，然后为什么那一对就结婚了这样？然后离婚的速度也很快，就是感觉好像在讲我们老板嘛。喂，这个老板看到会难过。就是大家的那个感情观有让我吓到，然后我会写这一首歌，是因为有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我有一次呢，我去做美甲的时候，然后我就在做，然后那个帮我做美甲的小妹妹，她就说：“我不知道我等一下下班之后，那个 IG 约我的男生，我要不要跟他赴约？”我就想说 ，IG 约你那个男生是谁？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聊天聊了1-2天，然后他就约我出去。我就说你这样就要出去了，你不会怕危险吗？然后他就说不会啊，我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交朋友，因为大家现在工作就是都很忙嘛，所以都是靠着网络社群在交，不管是交友软体啊，或者是 IG 上面。然后我就很惊讶这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说我很老很保守，然后他就说我们店的所有的美甲师跟客人都是这样，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们也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就是整间店都说，对啊，我们都是这样交朋友的。所以他们平均都比你小大概10岁，10岁5岁都有。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我真的老了，而且我现在我这完全就是跟不上现在的小妹妹们。你呢？我都好像是跟真的认识的工作上身边的人。对啊，就是没有看到本人，还是会觉得会怕的，对不对？怕是诈骗还是什么？对。可我觉得他们很勇敢，他们就这样可以约出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现在的小弟弟小妹妹这样的感情观速度，我有点惊讶，然后好像大家都是这样，我就把它做成就是用这样的题材，然后写了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它的音乐曲风也是那种比较70年代，然后比较迷幻爵士的一个音乐风格。你刚刚讲的小弟弟小妹妹捏一把冷汗，因为我本身有在玩交友软体，然后好像也是大概你也是这样吗？对，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没有，因为真的网络上认识的人，你会觉得说，对他摸不太清，你知道，但是好像现实生活中又认识不到人。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孤单跟寂寞，然后就是靠着网络的，就是可以聊天，然后舒缓每一个寂寞的夜晚。对，真的是这样子。你来臭啥会？每一个寂寞的夜晚，受不了暗时。对，很难开杠的那样。好啦，那我们直接来听这首歌了。好吧。我刚看我爸的留言。你爸爸有来哦？对啊。我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留言。我喝酒唱，一定要喝酒唱，才有办法松松的。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不太激动，我觉得我的个性，我好像有时候会太把一件事情想要做好，对，然后会太激动，所以有时候我录音啊，就是比较松一点的歌，我就必须要酒精的。长在在肚。那你有没有特别吃什么食物，你就会锁住嗓子之类的？锁住嗓子，还是说什么食物不能吃？录音机。我还好，麻辣锅太辣了不行。对。然后我如果一直讲话，一直大笑的话，我也会。我觉得歌唱比赛出来的选手都好厉害，因为我可能一点点事情就会影响到。我懂你意思，一点点事情，可能吃一点什么东西比较咸，比较什么，或者是没睡好之类的。我没睡好多。麻辣锅，有时候录音压力很大的时候，真的会失眠。我在录我上一张专辑《不爱》的时候，录了1个月，就排10首歌嘛，排了1个月录完它，一个多月，我那1个多月我完全失眠，很夸张。你不是第一张台语便秘，第2张然后失眠，第3张感冒，串起来了。第1张，刚刚讲什么？第1张是便秘，第2张失眠，第3张感冒，然后就入围，然后第4张得奖，第3张得奖。对，这是得奖。我那天才在跟他讲说，勾杯丹瓦布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因为你报金曲奖，然后你跟评审讲勾杯丹瓦布这样。直接开枪。喂，开玩笑。我要等多久就问。而且那天小女子在跟我讨论勾杯丹瓦布的歌词，然后我在看就想，对哦，有一句是我写的这样。我在看，就想这句怎么那么熟悉，然后就去翻对话记录，对哦，对，对话记录那么多，你翻得到？就直接搜关键字啊，LINE上面那个。那你怎么记得你讲什么？就直接歌词那个哈迪各位，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吹秀无的心。对，非常的好听，非常的送哈。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首哈，良心好告家去。这是你们写的？哎呦，可以讲一下为什么？
要求流星有高卡 K， 而且你知道这一首他原本不想卖。对啊，你知道其实真的很大声。I'm sorry， 阿姐 ，I'm sorry。我老实讲，你知道吗？我收到你的讯息的时候，我超开心，因为其实我们在收歌的时候，他是不会写词曲作者的。然后是因为我收到家珍讯息说，我收到你的歌，然后就心想，我是因为听出来了吗？因为那首歌其实是我们上一张专辑，我自己的专辑，我想放。然后后来就好，没关系，就留到后面，就是因为好像风格有点跟第一张不一样。对。然后我就没关系，因为我觉得看是谁啦，因为是家珍，所以我就来吧，因为这首歌一定会更好听。其他人我还不见得要卖啦。对，因为怕唱不好。但他有唱出他自己很独特的风格，真的很好，你知道我一直听因为两个人的风格其实非常的不一样，钟琪走比较 R&B 的一个风格，所以但是我们可以听到那个家珍，她真的很消化自己，把那个自己的风格注入到这首歌曲，用自己的方式去演唱。其实我们在录 demo 的时候就已经有感受到，因为有一次家珍还特别来我们公司这边，把那个要准备收的歌曲，就一批呢全部都再录一遍。对。哪一个歌手会这么用心？各位线上的哪一个歌手来？流星有告白题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你有看到吗？刚刚这个写歌的人说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平等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妥协的一个状况。对。然后我自己是蛮常遇到的啦，我不知道你们。我是写给经纪人的上一个那首歌，其实我觉得这样大家查到是谁？不会啦。我觉得不管是在演艺圈或者是其他的工作的场合上面，我们一定都会遇到这种事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权利嘛。那很多人都会不敢讲，不敢说。那我就觉得，好像我这张专辑的精神就是要把那些我们可能平常不敢说的话、不敢揭露的东西，然后透过歌曲把它诠释出来。那这一首歌，它是比较音乐曲风也不是那么的抒情，不是那么的严肃。然后我们是用一种很高级的方式在高级的方式。有时候骂人也是骂那种，就有时候我们骂人，有些人可能就很粗俗，那有什么这样，这样，但我们就是流星可以好高可以这样。你这唱很好听。我老实在讲，我在开车的时候其实都是听轻音乐，然后我真的就是你发的专辑，你的专辑我一直循环。粉丝2号，对，粉丝2号，粉丝1号，粉丝2号。而且你们知道，我在跟你们合作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收歌的那期间，然后你们两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力量真的，我真的，而且你有跟我讲说，就是我收完歌之后，我有一次我跟钟琪出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他写了很多歌，然后都没有人收。跟大家讲，他没有人收。然后就是你写的歌，我收了很多首，然后我们又一起创作，然后你就是很感动，超级。可是你跟我讲这件事，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欣赏你的音乐，你的创作，然后我觉得你有很多你自己的特色在里面，然后我觉得需要被更多人听见，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而且那时候我在跟你们合作的时候，是我在音乐上面比较低落的时候，然后刚好有2位天使出现和我一起做音乐。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我觉得歌曲卖不卖得掉呢，其实跟能力呢，它可能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就是要找到一个懂得欣赏你的人。因为像钟琪他的那个特色真的是，对，太明显。你看以前周杰伦卖歌也没有人要啊。周杰伦一开始写了一大堆歌，然后大家也觉得说这什么鬼，然后是直到说江蕙买那个老侯虾，他也是从台语先开始，所以等于是说真的找到一个欣赏的人。所以你是我的江蕙吗？你是我的江蕙。为什么突然瞬间听起来就什么？什么东西？对啊，有点年代感。对，年代。对啊，但惺惺相惜以后，然后2个还一起跑去骑马，太感人了哈。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是的，我是我靠嘎奇。嘿。
点进去 Facebook。你看，你想看？看啊，这样子。中期的台语说都很新颖，美美唱歌大又好家可以去听听。他的那个专辑。汤顺熙。听我唱歌会哭，讲得好像我唱歌很难听一样。我不知道啊，我其实很容易感动，因为这很感性，对。我觉得这样很好，让我们的感官，就是创作者感官要打开，才有办法去做这个东西。对，我爱哭到前几天我老板在跟我谈 TikTok， 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你想到？没有，他就说他觉得音乐，他就讲很多音乐上的理念，然后我就觉得跟我的好合，然后我就哭了。就是你可能很感动的是，你终于好像找到有人懂你的人了。嗯，其实你说我的歌的时候，我也有小哭。哦，你不用这样，我现在要哭了，开玩笑的啦。这是你第一首卖掉的歌吗？我想一下，不是给钟琪，给蔡嘉诚天哪。对对，而且因为其实原本我就没有想要卖了，因为老师就是老板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写自己的，因为只有蔡嘉诚会买嘛。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就很开心。但第一首歌卖掉真的会哭，因为我那个时候高中卖给菲姐、蓝姨，对对对，真的很感人，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以后可以慢慢看，反正你会写歌嘛，对不对？就是那种感觉很不一样，跟自己唱就是鸡皮疙瘩不一样呀。所以我们就是你们之后可能会卖很多歌，都要保存着，就是你们第一次卖歌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激动。真的，很多人到最后都是很麻痹啊什么的。对，不行。对，像我这次卖给你，我也是很感动。又如果第一次帮偶像写歌，哎，有多少人这辈子可以帮偶像写？他是我的粉丝哎，你知道对吗？他是我的粉丝。然后我在美极客专辑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上某个电台，然后那个电台有抽奖活动，然后他就是去抽奖，然后就刚好抽到他，所以专辑有送。对，我签名专辑。对，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就是从粉丝然后到朋友。对哦。太感人了，他下一是会不会说我粉丝会开始写歌，看回到有可能，大家回去说，哎，嘉诚可不可以说我的歌？你要说我的歌呢？对，好来，这个深坑是深坑臭豆腐吗？不是，好，伟忠，好，不要再说深坑臭豆腐了，可恶！那天 PO 什么现实动态，你有看到吗？有，他就说那个什么，这首歌是在吃臭豆腐这样子。是啊，我说上次写一首歌叫9份。
还是你直接忽略了他的那个，忽略他的讯息？因为太多人转发，可能就刚好漏掉吧。哦，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地名。是，那《情 K》这首歌是在讲什么内容？他在讲一个我们人性的一个欲望，是在讲不管是名利的欲望，或者是金钱的欲望，有时候那个欲望会让我们跌入到深渊里面，我们想要爬也爬不出来，就是一个黑洞里的一个状态。对，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回去被我妈痛骂，写完这一首歌。因为我当时听到曲，我直接在工作室，就是他们2个面前把这首词写完，然后我妈就说：“你虽然写得快，但你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很青菜，你知道吗？你就还是要这样假装，好像花很多时间，假装花很多时间，这样写。那你就有2个脑啊。哦，好啦，就是你可以理解，不然一般人就会觉得我这样很青菜。对。而且这首歌词3个人写。还有你的 rap 中文 rap 的部分，就是我刚反正这首歌它是在讲一个人性的一个欲望嘛，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被欲望吞噬，然后被欲望拉着走，就好比说可能我们今天有100块，我们会想要有200块，200块我们会想要有300块，对，然后你会不知道那个终点到底在哪里。当你发专辑，你就想入围金曲奖。当你入围了，你就会想要得奖。就是这种东西是很恐怖的。对。那我们有时候会，我们就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环境就是会给我们很多的压力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无意间我们就会被这样子的状态一直拉着走。是。对，然后这深坑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本来这一首的歌名要讲，要取我问你，是本来要取什么？深坑本无光，对。可是后来我们就是讨论，后来就变深坑。对。那时候你的考虑是什么？因为我本来想说，深坑本无光，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光的一个状态。就歌名还是要比较利落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人家听到深坑就会想到底是什么。但是你要听完整首，听到最后一句“青 K 本无光”，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在讲这件事情。这是我那个时候的考虑，就是不要直接一开始把它点破这样子。对。但是我们最一开始是 Stop Me 啦，就英文。对，本来是你们的啊，对，对哈，原本好像叫 Stop Me， 我忘记了。但你们公司都会把它变成台语，对，就是给你们公司的那个英文歌名就会，对，都会变成台语，就变台语。对。那你自己的感觉呢？在写这首曲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蛮真实的，因为我自己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对，就你以前，比如说5年前，好，5年前我可能还那时候几岁？大学刚毕业，就会觉得说，如果能出一张自己的专辑，就会很开心。然后真的出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想要更多，就是我想要在干嘛，又在干嘛，就是那个东西它是无止境的。所以然后另外我爸好喜欢这首歌我爸他非常喜欢，他说他听到起鸡皮疙瘩。我说真的假的？我说哇，爸爸你好进化呀！这首其实在网络上也是很多好评，很多乐评人非常喜欢，无论是词啊或者是曲，大家都觉得说，这首歌真的很有亮点，别于以往的那个家珍自己的闽南语歌曲，就是又跳脱出另外一个风格在。好，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这首《青 K》。好没默契，我讲台语，你讲中文。你说深坑哦。臭豆腐，你喜欢吃臭豆腐吗？我还蛮喜欢的。我不喜欢。为什么？我觉得我就是从小有洋人的胃口，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常吃的。那喜欢意大利面。对，他超喜欢意大利面。就我不喜欢超喜欢古早味的东西。沙拉米刷什么那些东西。我也喜欢鸡肉饭啊、卤肉饭啊、小菜啊。卤肉饭我喜欢，我还写一首卤肉饭。然后给郭宗佑唱，他真的主打的歌，他历年来点阅率最低的主打歌。而且这一首歌，我蛮多朋友跟我说，他听了会很不舒服。可是他那个不舒服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很符合歌词要表达的一个。
对对对，就刚好一分五配。而且你们两个唱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各有各的那个。他本来唱歌都很性感，他就这样。我很喜欢这边，我觉得很像，就很像叠入的那种圆滚吗？就很像滚的声音。你说那个合音？对，我很喜欢那边，没有那么的正常。你说这刚录蛮快的。哦，这首就是我嗓子不好的时候录。我的妈呀，超好，唱得好。这人说这首是嗓子不好的时候唱。对，我那时候好像确诊的时候，然后确诊完的时候夸张，声音还没有恢复，可是我觉得还蛮符合唱的时候的东西，因为它的那种哑哑的但后置有录一些效果。起到这里来，有点夸张，真的，我整个大腿都是鸡皮。而且你的真的好像来上，我的妈呀，每一次都情绪。摄像头 ，OK， 太好听了，我全身起到下面来，真的是高兴真的很夸张，但是因为真的太好听了。对，好，后一首歌讲掉，好，哦，Say Yes，那是难得英文的歌名耶，Say Yes， 好。Say Yes 这首，很多人一起出动录这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一下 Say Yes 这首歌的概念。这一张专辑就是我觉得就是从一个黑暗开始，然后从一个家庭开始讲到一个社会的一个旅程。但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但我觉得你只要相信前面有光，那个光一定会带着你继续前进，然后给你很多祝福。所以我觉得最后一首我把它放一首福音的歌曲在里面。是。然后我找了我教会的所有的家人，然后那一天包括钟琪也有来帮我合音。那这一首的歌名叫 Say Yes。这一首其实很感人，因为它是等于是大家都会知道说家珍是很虔诚的那个基督徒，然后一路以来也获得到非常多的支持。然后作为这一张专辑，就是寻找自我、揭开伤口、打开秘密的那个过程。然后作为 ending 曲，它其实有那个画龙点睛的效果。对，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伤口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提起勇气去面对它，那个伤口它才会被磨平，才会不见。对。就亲像黑啊，点屁的康水，你要把它挂好亏，它才会愈合。你不能忽视它。你要把它打开来，然后把那个包扎的那个过程，把它再次解锁。虽然过程中会疼痛，但你才能够愈合，才能够继续勇敢的向前走。真的，就是你必须就很像在我们在健身房在练肌肉一样，你在练肌肉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有很多次都很想要放弃，但你必须就是要走过那个过程，你
肌肉才会长出来。我觉得人生遇到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给我们很多，都是给我们养分。然后你要，可能你在几年后回头看，你才会看清楚哦，原来当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有它的美意。所以在这张专辑的所有的起承转合，然后到最后一首放入《Say Yes》这首歌，它的意思就是这样。是，尽管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尽管那是你过去可能很受伤的，但它都是一个成长的养分，可以带给你。那作曲人这首歌曲，你当时有什么想法呢？其实因为我一直知道家珍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那时候我看到那个企划的描述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为什么这首歌不要往一个圣歌的方式去走？因为它就是很像耶稣爱护着世人的那一个理念，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是这里了。所以就有很多合音小天使。哦，我的妈呀，我很棒！而且我那一天真的是，我觉得这张作品真的是很多爱集结成的。那一天我们的合音有10几个人来，像倩石啊，然后少谷歌，然后像钟琪、妙如，很多，还有一分姐等等，就是好多好多的家人一起来当合音小天使，用一种比较阿卡贝拉的形式来诠释这一首歌，大家可以去听。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Say Yes。哎，你耳朵会不会很痛啊？我一直在你放大了。会一直跌倒，一直跌倒。
要听到会更多回忆新的风胸，就觉得 OK， 这就是在对我说话，我就是要去新的方向。那有一股无形中有一股力量在支撑我，对，让我去新的方向。因为有时候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去你想要的地方，你必须要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陪你一起，然后还有整个宇宙陪你一起，是整个宇宙，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在操练自己的信心，还有你的那个什么意志力。对，有时候就是康脆啊，坚皮了啊，就会更加坚强。其实从这一张专辑刚开始，Hit Baby 的坚皮，你会觉得疼痛，你会觉得那是不堪入目。但是到最后一首歌的那个坚皮，它却是一个带给你更多的力量，它变成一个勋章，变成说，哎，我通过了啊，就是 get over 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它是变成说我更勇敢，能够向前的一个印记，这样子。而且如果你愿意，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办法解决的，只要你愿意 say yes， 都是可以带着你继续往前进的。是，我们继续再讲下去，他就要继续哭下去。没有，因为我真的很想跟家珍告白，就是不是那个告白，就是来一个示爱。就是我真的觉得家珍是一个很坚强的女生，就是在跟她的合作过程中，然后我看到她对音乐的那股爱，我看到她对她音乐的那股爱，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就是好像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泡泡里面，就是知道我们要什么东西，可是因为有很多外界的因素会阻挡我们前进，然后那股力量很大，所以我就好像看到了，因为家珍算是我的前辈，所以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创作歌手，所以我就会觉得让我们一起努力的打破这些东西吧。We're not afraid， 什么都不怕。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我觉得我们是有掌控权的，就是只要我们大家一起，我觉得就可以。就像你刚刚讲的，一个人的力量，那就是集结这个爱，然后大家的能量，相信有一天它就会冲破。就像你刚刚讲的，对，会引钩这件事情。对，哇，好感动。在会。惨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边有一个那个卫生纸。我也觉得啊，很多事情都很不容易啊。对。但是就是觉得啊，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很喜欢你的歌，然后我很喜欢你这一个人，然后愿意和你一起，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值得的事情，然后更让我觉得我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对啊。是。而且。惨吗？为什么两个人都开始考呢？那我也来哭一下了。啊，但这个大家看到的是感动的泪水，对，就是因为他，其实走来这个 Hit Baby， 我相信每一个人听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毕竟歌曲，对于大家人生的那个过程经历的事情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要换我哭啊！但是呢，我们最终就是大家都希望可以赢得一个迎向一个幸福的人生。对不对？对，好，那还好吗？哎呦，为什么要哭啊？对啊，为什么啊？都是我害的。那个笑也要考。好啦，那家珍有什么话想要跟粉丝朋友们说呢？这一张专辑，就是其实就是想传递说，要怎么讲呢？因为都是我自己的故事，然后我是慢慢这样好的。那每一个人也会经历到人生很多很不顺遂的事情，还有一些过程。然后只要你们愿意相信，你们愿意 say yes， 其实就是会那些伤口是可以复原的。因为人生就活这一遍嘛，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就尽量的去做，然后好好珍惜每一刻的当下。是，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大家可以投。换你了吗？我要盯住，不然3个人会跑。大家可以到各大数位平台上面去听，是 KKBOX、Spotify、Apple Music 等等都可以听得到哦。然后就是很希望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可以疗愈到那些就是跟我有缘分的人，然后真的可以得到，就是可以透过我的音乐、我的歌去给你们很多的力量。是。好，就这样。琪琪姐姐有什么话想要再给家珍？我觉得你太棒了。你太棒 I love you， 被考了，拍谁啦？不会，我觉得很好。对，真性情，真的，对，就是非常真实的。我相信每一个艺人都会有一个包装在，但是今天是一个很真实的呈现。然后，当然这一张专辑也是很真诚的，家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很多故事。那真诚的跟大家讲，真诚的告白，那有郭宗佑啊，真诚的跟大家告白，真诚的说，然后也希望可以感动到大家。那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这一张专辑有没有入围，有没有得奖，而是它造就了一个家珍自己的价值，写了一个非常辉煌的人生的日记给大家。你刚刚说的价值我很有感，就是很谢谢你们，因为我们知道彼此的价值，所以我们一起合作。我也很感动，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合作。谢谢。对，我们这个铁三角的组合，江蕙跟周杰伦。你呢？方文山，对啊。好，再讲一点这个让大家舒压的。好，那我们这个看一下，我们要回复一下，不然我们就要下播了。喜欢家珍的歌声，很疗愈人心。好，非常感谢这个美元。好。然后这个唱歌的热忱，对唱歌有热忱，好，所以才有感性的一面，好，然后还有这个自由之声广播电台讲说就好听好，然后这个郭宗佑讲家珍一尘儿嗨，周哥 hello， 对，好，那我们就是我们要下播了。对啊，你来我就要结束啊。今天的听歌会。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播的歌记得去听我的歌，也要支持一尘儿跟钟琪。对，我也要发专辑，下个月。对，支持起来，好是，好，那我们就下次有机会再相会喽，拜拜。我要会多久？OK， 把给你在最底下。